見到全網咁多網紅吹到呢間木木湯泉天花亂墜，話咩人均299蚊就包食包住包埋按摩，好似去咗大平賣福利院咁。我一睇就知有 BUG 啦。今日我直接同死黨殺上去踩點，同大家拆開呢個包裝睇下，係真係極致抵玩，定係入到去先至變大冤種，另有乾坤。如果你哋平時過關都想揾個精明假期計劃叉電，我勸你認真睇完呢條片，理清佢哋啲隱形收費再決定。話時話，你哋平時睇片中意聽跟風無腦盲吹，定係聽我呢種一針見血嘅血淚大實話先？快啲喺留言大戰打出嚟話我知。既然難得殺到上嚟，如果你唔想下次過關又被割韭菜，記住即刻撳個訂閱兼開埋小鈴鐺。我個 channel 專門同你哋班 FD 拆解呢啲大店嘅 BUG， 跟住我呢個精明眼，包你以後過週末絕對唔會做大冤種。快手 subscribe 咗先啦，講到明先啦，大家入去之前最好睇清楚個 budget， 唔好埋單嗰陣先嚟煙頭。佢表面話平，但現場係要夾硬加收13%嘅服務費。吓？加收1成，加收1.5%我都聽過，13%呢個數真係唔清唔楚。最魔鬼嘅喺後面，你想喺度 staycation 過夜，平日周一至周四同我加個單鐘，去到5、6日週末，直頭同你狠加雙鐘。你計下條數，加埋，分分鐘貴過你張按摩單，真係當人老襯。你哋覺得過夜要強制加鐘呢個規矩，到底係明搶定合理？喺下面留言大戰，話我知你頂唔頂得順。睇到呢度係咪覺得好在有我幫你擋槍？所以話行過路過唔好錯過。即刻幫我條片點個讚兼 save 低佢。到咗 lunch 時間，講到食嘢，呢度話請咗粵式大廚助陣，出品客觀講確實係有2道板斧，起碼塊燒鵝皮脆肉嫩，調味絕對合格，唔會好似出面啲快餐咁黐粒粒。但問題嚟啦，一碗普通燒鵝飯收成70蚊，仲未同你計嗰13%服務費啊，計埋總共要成8張幾紙。大佬，我喺香港中環食都差不多呢個價啦，過嚟玩就係想回本，咁樣搞法抵玩程度真係見仁見智。70蚊仲要加1嘅燒鵝飯，如果你去，你會揀叫嚟試下，定係情願食公仔麵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個 channel 就係夠膽講真話。如果你都想過嘴刁嘅 FD 幫你全方位肉身試菜，就唔好猶豫啦，即刻 follow 埋我。出發之前，熟路嘅精明有爆料話呢度通風差，入面有陣怪味，搞到我都有啲驚。但我今日全場兜咗一圈，用我個鼻周圍索。公平講句，成個環境其實好寬闊，幾舒服，完全冇聞到咩異味。睇嚟商家真係有聽書，見到大家反饋就實實在在做咗改進。呢一點我傲嬌歸傲嬌，做得好都要俾個讚，唔會一棍子打死盲踩。出嚟精明消費最緊要客觀。大家平時去呢啲大店最睇重係空氣通風定係衛生乾淨先？留言區傾下，睇下大家係咪同我一樣咁有潔癖？行完大廳去遊戲房睇下，呢度嘅娛樂設施都算幾豐富，有迷你唱吧、桌球、街機，甚至連文青專用嘅安靜書吧都有。你想喺度假裝有文化都得。不過初哥們留意啦，呢度有個小坑，高端啲嘅電競房同 PS5 係唔包嘅，要每小時額外自費9.9蚊。不過呢個價錢9蚊幾，又算幾公道，起碼冇獅子開大口。如果係你哋過嚟，你會揀免費打桌球消磨時間，定係寧願加多10蚊去電競房開黑打機？留言話我知你係咪個打機狂熱分子。跟住落嚟要醒各位湊仔嘅精明友一招，唔好去到前台先嚟同人嘈交。班喺度抱開嘅精明友爆晒料醒我，話呢度嘅兒童門票收費標準幾嚴苛，小朋友一過1.5米就會被強制收成人票。上次我個 FD 帶個女過嚟就直接中招，埋單多咗幾百蚊，激到彈起。所以我強烈建議各位家長入去前台第一件事，主動問清楚個身高限制，明明白白消費，唔好等臨尾埋單先被動做大冤種。大家覺得小朋友去大店身高去到幾多收成人票先叫公道？留言一齊開火討論下呢啲咁緊要嘅家庭避坑情報，出面真係好少人講得咁白。如果你唔想下次同屋企人去玩嗰陣無啦啦被斬到一頸血，即刻將條片 share 俾佢哋。嚟到核心嘅揼骨按摩，呢度嘅技師係分晒 level 收費嘅。我今日特登唔加錢，親身實測最普通嘅按摩師，手法老實講就真係幾中規中矩，力度一般般，按完好似冇按咁，冇乜大驚喜同記憶點。如果你係好受力或者平時返工攰到要爆屍泄壓，追求極致爽快體驗嘅老鬼，我建議你直接加啲費用升級高級技師，各取所需啦。話時話，你哋平時去揼骨係直接揀普通技師，定係每次都一定要加錢升級高級技師先安樂？留言講下你哋遇過最正嘅技師係點嘅。雖然前面俾我骨頭裏挑出唔少收費魔鬼細節，但客觀講呢度可以一站式玩足1日，浸溫泉、蒸桑拿、打機，絕對唔會悶，空間夠大。水果區啲生果補給算快，每人仲免費送一杯特色飲品。不過最重要嘅福利嚟啦，熟路嘅精明有爆料話，6月11號之後呢度有大活動，只要嚟玩，每人免費送
送一份哈根達斯雪糕同一個大椰青。呢個福利記得第一時間去拎，唔拎就真係變老襯，虧大本啦！大空間鮮水果免費送雪糕椰青，邊個最吸引到你？即刻轉發條片俾你準備一齊過關嘅死黨先啦！總結翻呢間木木湯泉，成個硬件同大空間確實幾舒服，對得住個價，冇得盲踩。但最煩就係隱形加收項目真係多，13%服務費再加埋過夜加鐘，你一不留神，張單個總數就同你預期差好遠。所以大家出發前一定要做好呢個精明假期計劃，理性消費，按自己需求去玩就安全。聽完我呢份最赤裸、最一針見血嘅實測報告，你哋又會唔會想親自過嚟體驗下，定係情願撇低佢去第二間？快啲喺下面留言大戰，等我睇下你哋嘅精明眼去到邊個 level。講咗咁多，你哋對我呢種宰得嚟又極度理性嘅分析風格滿唔滿意先？如果覺得啱聽，唔該動動你高貴嘅手指，幫我點個追蹤兼留個言。只要你哋支持，我以後拍片會越嚟越用力，爆更多大店嘅內幕俾大家知。快啲關注支持下。好啦，今日同死黨嘅真實踩點血淚分享就到呢度。出嚟玩最緊要用最平嘅價錢回本，消費得清清楚楚，玩得開心。如果覺得我今日呢條片幫到你避坑，守得住荷包，記住點讚、訂閱、加分享俾你身邊準備過關嘅 FD， 關注我，帶你睇大灣區最赤裸、最真實、絕無盲目吹捧嘅實測。下一集你哋最想睇我親身除衫去幫你哋踩邊間網紅店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話我知，等我幫你哋頂頭除踩雷。最後再次溫馨提示，想解鎖更多大灣區避坑秘笈嘅朋友，真係要即刻立刻撳左下角個紅色訂閱掣，開埋小鈴鐺，關注我，絕對係你今年做過最精明嘅決定。唔好等下期錯過咗回本攻略先嚟後悔，支持真話，即刻關注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